係惠州仲海呢個屋企啊，就一般普通嘅香港朋友，如果喺國內置咗業咧，要準備翻工嘅話咧，咁會提早一日啊，會係翻香港啊，會準備嘅。咁我而家有一個習慣改變咗啊，咁我翻工前咧，我早大約係2個鐘頭咧，我哋由響呢個惠州仲海咧，就坐呢個係直巴落到去九龍塘咧，基本上可以解決到我哋係當日嘅翻工嗰個係工作安排。點解會係咁咧？係基於係響呢度嘅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嚇。咁我由呢度直接係坐車落去蓮塘咧，基本上大約係9個字至1個鐘頭。咁去到蓮塘再轉駁去到係九龍塘嘅話咧，咁基本上係30分鐘。咁響呢個咁嘅交通時間方面，我可以預到嚇。咁所以我響7點半咧，咁我搭呢個係頭班嘅直通巴咧，咁好快就已經係落到去蓮塘嚇。所以響呢個工作方面，早上嘅工作咧，完全可以安排到。咁我呢個係掟出嚟嘅時間咧，我就唔需要咁辛勞去呢個係預早一日嘥半日時間。咁第二朝早翻工，都係響香港翻工做嘢嘅地方咧，都要交通時間要9個字。咁我可以享受到我響多出一日時間咧，向呢個係惠州仲海，我可以享受個生活空間啦，同埋嗰種係消費啦，或者係嗰種寧靜啦嚇。咁所以我哋見到好多嘅朋友咧，其實佢哋冇考慮到，其實佢置業嘅地方個交通同香港嘅距離啊，往往係要花提早半日啊，或者係要多半日時間。咁繁忙嘅香港人嘅生活節奏裏邊咧，咁下下要騰多半日咧，其實就係好唔方便嘅。咁我哋已經係用咗呢個模式咧，我試過咧係早上一早啲起身，其實同我香港嘅返工時間咧，只係可能係多1個鐘頭嘅啫。咁但係咧，我亦都係好靈活咁樣，咁我呢個居所就變咗我係個第2家園咯。咁亦都我好計算呢個係高鐵用嘅時間啦，譬如好似係由深圳北去到呢個係香港9係15分鐘，由深圳北去到呢個係仲海大約係23分鐘。咁每一段嘅交通時間係死數嚟嘅，咁過關時間係死數嚇。咁喺呢個係定點嘅交通時間裏邊咧，能夠我可以係擠出咗我嘅寶貴嘅黃金時間，可以調配喺生活啊工作方面。咁喺呢個過程嚟講咧，一定係我哋叫有賴於而家每個城市嗰個係高鐵城軌或者係直通巴士嗰種嘅時間嘅掌控嚇。咁所以有置業大灣區嘅朋友咧，其實好留意嗰個係嗰個交通嘅便利性。